里的山脚国小，孩子们唱起客家歌，轻松流畅。很难想象，这里曾经有孩子连客家话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就在班上调查孩子能够说客家话的，或者是客家人有多少。可是孩子却反问我说：“什么是客家人？什么是客家话？”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讶异。原来当地居民都以说闽南语为主，但其实还有很多隐性的客家族群。10年前，校方开始积极抢救客家母语，客语教学、歌谣教唱，各种有趣的社团，让孩子们快乐接触客家文化。小朋友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我们要唱水果歌哦。这个是拌拌拌拌，嘴唇打交拌拌。爸爸是客家人的古语玉，因为妈妈来自海南岛，家中向来都以华语交谈。自从小时候看到正在学客语的姐姐，可以和爸爸用客家话聊上几句，让他羡慕不已。可以用客家话跟爸爸撒娇，我觉得很幸福。当他进入小一的时候，他就主动的来找我报名，说他想要学客语。认真努力，反复练习，为的就是要用一口漂亮的客家话和爸爸聊天。就是老师在教的时候，我都会看老师的嘴型，然后回家之后就照镜子在那边练嘴型，看有没有跟老师的嘴型是一样的。创校90多年，山脚国小不仅保留了当初的日式建筑，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传承客家文化，相信对每个孩子们来说更是意义深远。上课喽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